嗱，承接翻以上問題啊，個答案係 C， 派送紅股。嗱，其實有個方法咧更加好嘅，可以氹到投資者開心，上市公司咧唔使攞錢出嚟，甚至乎咧仲有錢收添。係咩方法咧？派送認股權證。嗱，認股權證係點樣咧？就話睇翻認股幕先。咁認股權證咧1蚊，換股價咧係3蚊，正股咧係4蚊。嗱，呢個認股權咧派俾一個嘅股東係咩意思咧？就話佢將來咧喺有權裏邊用3蚊換到股票。嗱，呢3蚊係俾邊個咧？將來俾翻上市公司。咁所以點解話將來可能有機會集資得到一筆資金咧？因為就咁嘅原因。嗱，未來裏邊嘅股價去到4蚊、5蚊嘅，投資者會換股票，上市公司集資到3蚊。不過如果一旦個股價下跌低過3蚊，咁你個投資者會唔會換翻股票啊？咁梗係唔會啦。咁換句話講，集資唔到呢筆資金咯。咁所以叫可能咧就咁嘅解釋。嗱，呢個認股權證派咗俾佢嘅股東，將來價位升高咗嘅，佢有權可以獲利袋落袋。咁甚至乎喺中途裏邊咧去換股票都得。不過通常嚟講咧都唔會嘅，係到期先會換嘅。咁不過你話下跌又點啊？下跌嚟講，咁呢樣嘢派俾你嘅，你唔使成本嘅，咁你都冇風險啊。咁即係換句話講，多一樣套現嘅產品，一個機會咁嘅意思咯。嗱，其實買賣股票咧相當之好嘅，有時咧有啲股息啦、紅利啦、紅股咧認股權證送喎。不過咧有時咧就唔係咁開心嘅，喺股票買賣裏邊遇到咩問題咧？供股啦、配股呢啲問題。供股大家都聽見過有啦，咁係咪供股個股價通常會跌㗎？嗱，呢個咧未必㗎。其實供股咧唔係一定令到股價下跌，供股筆資金點樣運用咧，先令到個股價咧升越跌。嗱，舉兩個例子啊。以往好耐之前97年，咁有間公司依家供股集資點樣用咧？就攞筆錢去買一啲國內嘅項目，又或者講得近啲2000年裏邊有間公司供股集資，咁點樣咧？就用筆資金咧去買啲互聯網嘅業務。嗱，呢個情況之下咧，個股價會點樣走咧？你發覺咧反而會升嘅喎，唔係會跌嘅喎。咁因為投資者會有個期望，呢間公司買呢啲業務，將來1個月、2個月之後，可能唔排除會將呢啲業務咧去變賣，隨之而有個利潤，可以賺到一個嘅盈利。好啦，另外有一間公司宣布現在咧供股集資，點樣用筆資金咧？還債或者嚟買廠房。嗱，還債咧其實都好嘅，還咗債之後，公司嘅利息咧開始得少啲，咁對公司都減輕負擔啦。買廠房長遠建立個形象關係，俾客戶信心大啲。咁但係問題就話，你還債對公司會唔會即時有盈利貢獻啊？冇喎。你買廠房對公司會唔會即時生意做得多咗咧？又係唔會喎。咁所以呢啲嚟講咧，可能對公司咧未有即時嘅一個貢獻。咁投資者咧睇嘅嘢咧就睇得短線啲嘅，可能唔排除會點啊？就將啲股票咧去變賣，咁所以個股價會下跌。嗱，所以供股嚟講咧，個股價升定跌咧，視乎你筆資金點樣用。咁如果有啲即時盈利貢獻嘅，可能1個月、2個月見得到嘅，個股價咪炒高咯。否則嘅股價可能會下跌嘅。嗱，睇翻一個例子先啦，有間公司咁現在嘅股價幾多錢咧？係6蚊。咁宣布要供股集資啦，因為公司咧要發展。咁一係同銀行借錢啫，但係要俾利息。咁依家供股集資嚟講咧，起碼唔使俾利息先啦。咁通過一個圍內股東，大家攞些少資金出嚟一齊做生意，咁擴大個業務。好啦，供股價咧就4蚊，咁4供1形式。咁你發覺供股價咦平啲喎？明明正股6蚊，供股價點解4蚊嘅？嗱，好簡單道理啫。嗱，比如咁講，你屋企咧有呢個1打可樂擺喺雪櫃裏邊嘅，咁我而家想買多4罐可樂俾你，你喺咩情況裏邊會先同我買多4罐可樂咧？嗱，無他嘅，我平啲賣俾你，咪會買咯。嗱，所以好多時喺上市公司都係，你有股票嘞喎，你係有股東嘞喎，我想你再攞多啲股票添，供股你攞多啲添啦，咪平啲俾你咯。咁所以供股價咧就低啲嘅，就咁嘅狀況嘅。咁有時你發覺咧，有時唔係喎，供股價高過正股價都有喎。咁係咩情況會咁咧？嗱，兩個情況。第一情況，公司宣布供股集資，但係問題就話供股嘅狀況嚟講咧，個效應咧唔係咁好，可能我嚟還債啊、買廠房。咁投資者係拋售股票，由6蚊跌到幾多咧？跌到得翻3蚊。咁你驟眼望落去，發覺咦，供股價高過正股價喎，就咁嘅意思咯。因為正股俾人拋售嘛。喺呢個情況裏邊點樣做咧？上市公司兩個做法，一係咧就將個供股價調低。好啦，你拋到3蚊咩？我調到2蚊。咁不過咧，對於公司嚟講咧，其實咧個作用性唔大，因為嗰筆資金集資嗰筆資金咧係少咗啦。所以有時會用第二個方法，咁咪擱置咯，延期供股咯，就咁嘅意思咯。另一個情況裏邊咧，點解話個供股價咧會高過正股價咧？唔排除就話上市公司嘅背後嘅大股東咧係想增持股票。如果要增持股票喺市場裏邊再吸納嘅，可能會將個價越買越高。咁可能高到甚至乎咧，佢自己咧冇諗住去到呢個水平嘅狀況嘅。咁但係如果通過供股嚟講咧就唔同啦。好，6蚊嘅正股價，我供股價6個半，
就搏散戶咧唔去認購，自己包底。咁冇數會買貴咗5毫子，但問題確保佢攞嘅貨量攞得到多啲。咁呢個嚟講咧，亦都係一個方法嚟嘅。咁所以有時你留意下供股價咧同正股嘅狀況，通常係會平啲，好少話供股價高過正股價嘅。咁呢個比較少嘅。好啦，咁有時你留意下供股狀況裏邊，如果你唔理咧，你都會蝕底嘅喎。點解咧？我哋試下計個除淨價。嗱，睇熒光幕先。公司股價咧就6蚊啦，依家點樣咧？供股價4蚊，咁4公1比例。咁我哋睇下除淨價幾多？好簡單，6蚊乘翻4股，加翻一個新嘅股票咧係4蚊乘翻1股，夾埋咧總共有5股。除淨價幾多咧？5個6。咁所以作為投資者嚟講，如果你有公司股票嘅，依家公司話要供股集資，到除淨階段嘅價幾多錢咧？5個6。咁所以呢個情況裏邊咧，如果你唔理佢嚟講咧，你會蝕底嘅，所以係要供股。但我又唔想蝕底，又唔想攞錢出嚟供股喎，點樣辦呢？有個方法。嗱，現在嚟講，一般供股裏邊咧，有個零禮拜咧，可以將個股權去變賣嘅。即係換句話講，你唔想去供股嘅，你可以將呢個供股權去變賣，俾人哋去同你供股。咁因為個供股價平啲噶嘛，咁你個股權嚟講咧，都值翻啲錢嘅。咁呢個情況裏邊咧，你可以變賣通過港交所，咁呢個可以嘅。不過留意下，如果你得一手股票，你將個股權去變賣嘅，有時咧就唔多着數噶。因為點解唔着數咧？你最低消費噶嘛，你都未夠俾最低消費，你咪蝕底咯。所以有啲人發覺就話，佢又唔想蝕底，又唔想供股，咁咪點樣做啊？乾手淨腳地將啲股票變賣咗去咯。咁所以你見到點解有時供股嚟講咧，個股價會跌咧？因為有啲人發覺唔想供股，又唔想蝕底，直頭乾水利落賣咗股票去，就咁嘅意思咯。咁呢個要留意到嘅，對我哋有時有影響到嘅。到呢度咧，想考下大家，俾你計計數先。公司股價咧就9蚊，依家供股價6蚊，4公1比例。你試下計下除淨價幾多？考下大家。